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個講題係呢：聖經嘅神蹟係真實可靠。我哋點解信神蹟呢？係有好多原因嘅。上次我哋講過呢，第一個原因呢就係神呢係全能神，天地萬物係佢創造嘅，神係宇宙嘅主宰，在佢呢沒有難成的事。神乜嘢都做到嘅，咁所以起死回生用5餅2魚餵飽5000人分開紅海降下嗎哪等等咧，喺永全能神嘅手裏邊咧，係凡事都能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第二個原因咧，就係聖經嘅神蹟咧係有見證同埋有記錄嘅。聖經中嘅神蹟咧並非憑空捏造嘅，而係有歷史背景同埋見證嘅。嗱，關於舊約咧，舊約嘅首先講講舊約嘅群體見證嚇。出埃及嘅神蹟咧係整個以色列民族共同嘅經歷嚟㗎，就唔係一個人嘅幻想嚟嘅。神學家估計呢，當時可能有200萬之多嘅以色列人呢親眼目睹呢個紅海分開，同埋嗎哪從天降下並且呢將呢啲奇事呢代代相傳，成為民族信仰嘅根基。嚟到新約嘅時代呢，新約嘅使徒呢又有見證嘅。耶穌嘅神蹟咧係由眾多嘅門徒同埋群眾目睹做見證嘅。福音書嚟講咧，作者馬太同埋約翰咧係直接嘅見證人嚟嘅。馬可同路加咧就根據第一手嘅資料咧係撰寫佢哋嘅福音書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睇睇復活嘅核心神蹟喎。耶穌嘅復活咧係基督信仰嘅根基嚟嘅。保羅喺呢個哥林多前書15章講咧，復活之後咧，耶穌咧向500多個弟兄咧係顯現嘅。咁如果呢件事係虛構咧，初期嘅教會咧就唔可以喺逼迫中迅速擴展，門徒咧亦都唔會為謊言咧係甘願殉道。聖經嘅神蹟咧並非係誇張嘅神話而係符合當時嘅地理文化、政治背景等等嘅。考古學家同埋文獻研究咧，亦都不斷咧係引證聖經嘅可靠性嘅。路加福音嘅作者咧講俾我哋聽佢咧係根據親眼見證人所傳嘅事情，並經過仔細嘅考察，然後先至忠實記錄下來嘅。聖經嘅神蹟咧係有見證、有記錄，並非憑空捏造。我哋睇睇路加福音嗰節經文喎。咁呢節經文咧，我哋睇到呢，強調咗福音書嘅歷史根基。路加福音1章1至3節咁講，佢話：這些事我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，我也想按着次序寫給你，要讓你知道所學的道都是確實的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